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 C Channel。獅子撲兔，善伯報夢啊！恒生俾匯豐私有化之後，正月15搞醒獅點睛儀式，點知隻獅發軟蹄，一嘢壓咗落個高層度。唔通善伯何善行在天之靈唔多 happy？ 各位觀眾朋友，今日我哋要講一單係香港金融圈傳到飛起，甚至有啲靈異色彩嘅大吉利是事件。話說正月15元宵佳節，本來係開心嘅大好日子，恒生總行就按傳統搞個醒獅點睛儀式，想攞個意頭啊，催旺下龍年嘅財運。點知呢場 show 竟然演變成一場泰山壓頂嘅意外。當時幾部手機影住一隻精靈神氣嘅綠色大獅子，本來準備躍起彩青嘅，點知師傅突然之間發軟蹄，隻獅子竟然喺最關鍵嗰一刻失重心。成隻一嘢坐落前面點睛嗰位高層個頭度啊，真係隔住個芒都覺得痛啊！俾獅子膊頭嘅唔係阿茂啊，而係恒生嘅零售銀行同埋財富管理業務主管李華倫。你話係咪邪釘先？呢位主管負責嘅正正係銀行最搵水、最 core 嘅財富管理板塊，結果新正頭嚟個獅子撲兔，俾人一啖睇住嚟食啊！現場啲高層見到呢幕，個個都應該心下一沉啦。唔係啊伐，開年第一炮就咁樣搏落去，呢單嘢即刻由一場商業活動變咗成全港熱議嘅玄學話題啊！講到呢度，大家實會問啦，獅子膊頭到底係凶定係吉啊？喺玄學同埋民族嘅角度，舞獅係用嚟立吉、鎮宅、興盛嘅，獅子係代表威嚴、代表領導力。如果喺元宵節呢種春節最後高潮點睛，獅子竟然跌低或者脫腳，喺玄學上叫失威啊！對一間機構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bug，暗示緊未來一年嘅執行力可能會出偏差，或者決策層有疏忽啦。再講舞獅最重要係彩青，即係接引財氣入屋啊！依家隻獅子腳軟，象徵財路喺銜接嘅過程之中斷咗。如果你係開茶餐廳，獅子腳軟可能只係笑話一則，但係銀行啊，銀行最講究係金水流動啊嘛。依家獅子喺你大門口度發軟蹄，玄學家就會解讀為資金流動性或者投資項目會面臨短期嘅波動。一句就講晒黑啊！不過件事最懸嘅地方唔係隻獅子，而係背後嘅老人家。恒生銀行創辦人之一何善行嘅孫女何美婷最近都接受訪問時爆咗段好靈異嘅內容。佢話最近幾次都夢見阿爺，即係善伯，喺夢入邊，善伯表現得好痛心、好不安。點解？因為恒生銀行呢個佢一手一腳湊大，承載住無數港人情意結嘅品牌，最近竟然俾匯豐私有化，連11號仔呢個掛咗幾十年，代表香港戰後經濟奇蹟嘅股票代號都取消埋，正式除牌啊！何美婷話善伯喺夢中同佢講啊，睇住恒生被併購、除牌，甚至俾人剔出由佢親手構思嘅恒生指數，嗰種感覺係心碎啊！對於後人嚟講，眼白白睇住祖宗基業就咁變咗人哋嘅附屬公司，而自己冇力改變，嗰種無奈係非筆墨能形容嘅。佢仲坦言啊，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睇到恒生再次上市。你諗下，正月15搞儀式，隻獅子無啦啦腳軟搏中高層，再對比翻善伯孫女話阿爺報夢話唔高興，呢件事係咪即刻變得好邪先？唔通真係善伯係在天之靈，見到恒生依家變到面目全非，忍唔住要出聲提醒下？要理解善伯點解咁痛心，我哋就要翻去1965年嗰段血淚史。恒生係1933年由林炳炎、何善行佢哋幾位華商創立嘅，最初只係一間得11個員工、800尺大嘅銀號，主要係做黃金同埋找換嘅。善伯呢個人好有性格，佢非常重視員工。佢以前開會教訓班高層，有一句名言：老婆可以鬧，但伙計就唔鬧得。事關你養老婆成世，但係下屬幫我哋揾錢，唔應該鬧佢。你睇下以前嘅老闆就係幾咁有膊頭，幾咁體恤下屬啊！佢仲寫過本啊《月世淺談》啊，
教人待人接物要忍怒，但係對於嗰啲唔教新人阻住地球轉嘅老臣子，佢就絕不姑息。喺佢帶領之下，恒生喺50、60年代發展神速啊，成為全港最大嘅華資銀行。當時恒生嘅客戶係邊個？就係你同我呢啲嘅星斗市民啊，仲有一大班製衣、五金、塑膠嘅中小企廠商。當時嗰啲廠商呢，冇財務報表噶嘛，又冇資產抵押，大銀行根本唔睬佢哋。但係善伯話：我哋了解佢哋嘅背景，我哋信得過呢班香港人。所以恒生大膽咁樣批信貸，結果呢班小廠商後嚟變晒大財團，恒生亦都成為咗香港經濟起飛嘅最強後盾。但係好景不常啊，1965年香港爆發咗銀行擠提潮，當年因為房地產嘅泡沫爆裂，加上市場信心崩潰啊，華資銀行一間接一間出事，恒生作為華資嘅大佬都頂唔住啊。4月5號嗰一日恒生一日之內流失咗8000萬元嘅存款，佔咗總數嘅1/6。銀行門口排長龍，資金鏈即刻乾塘。當時董事局面臨絕境，得出咗3個方案：第一，揾美國大通銀行幫手；第二，停業由政府接管；第三，揾匯豐。最後為咗保住啲存戶嘅血汗錢，善伯痛定思痛，決定揾匯豐入主。據知情人士講善伯當年同匯豐簽約賣股權之前，喺屋企足足喊咗2日。經營咗30幾年，好似親生仔咁樣嘅恒生，就要咁樣賣咗51% 股權俾人。雖然當時匯豐承諾，只要何善衡一日在世，恒生管理不變，但係對於一個創辦人嚟講，呢種痛真係刻骨銘心啊！善伯晚年都對呢一件事耿耿於懷。甚至夢見匯豐全面接管恒生，點知60年後嘅今日，善伯嘅噩夢成真啊！恒生因為近年一堆內房債難掃，加上市場環境嘅變遷最終俾匯豐全面私有化。以前係契仔，而家直頭變咗全資附屬，連個上市地位都冇埋，難怪善伯會報夢話不安啦。講翻今日嘅恒生，雖然口話維持獨立品牌，但係大家眼見嘅係匯豐嘅控制力越嚟越強。舊年9月，獅子行已經調咗林慧雄入恒生做揸 fit 人啦。呢位林大班係新加坡嘅 banker， 以往就坐鎮馬拉、越南。2021年升做匯豐香港嘅 CEO。點解調佢入去？因為佢同本地嗰班地產商、廠佬冇乜交情，可以公事公辦，唔使賣人情俾老客戶啊。呢種做法同善伯當年以誠待客、支援中小企嘅溫情主義簡直係兩個世界啦。所以今次呢場醒獅法院提意外可能係有啲啟示喎。上面匯豐彩青想大搞，下面恒生嘅爛數同壓力頂唔順腳軟，結果中間嗰個夾心階層李華倫咪硬食咯。今次醒獅膊頭，大吉利是講句係警示之兆啊！匯豐同恒生班高層今年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啊！但係話時話如果善伯真係報夢，除咗唔開心，唔知佢會唔會順便俾埋啲 number 個孫女呢？畢竟以前恒生指數真係佢構思噶嘛。講到尾恒生唔單止係一間銀行，佢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見到佢私有化，見到佢醒獅失威，好多老一輩嘅心入面都唔係咁好受噶咋。好似睇到個老朋友晚景淒涼咁，希望恒生班高層真係聽得明呢個警示啦，喺新一年可以化險為夷，唔好再俾獅子膊頭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留言、點讚同分享。你又信唔信善伯報夢啊？定係覺得只係一場普通嘅蝦碌啫？歡迎喺留言區話我知，我哋下次見。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今日 C Channel CLS comment like share， 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多謝支持。